2020年全大运选手代表这会冲向终点，用今5月份因疫情停办的全大运将要重新起跑。10月1号到10月5号将复办6项比赛，包含橄榄球、羽球、棒球、田径、射击、亚当等。主办单位各立成功大学克服困难，维护比赛，也展现出校方的决心和勇气。我们是50年的全大运历史上，这个接办时间最短的啊，是少于半年的时间来筹办全大运，但是我们准时举行。我们原来要开幕的那一天，5月14号，是40年前在成大的全大运闭幕的那一天。所以其实是一些非常这个历史上完美的组合点啊，但是我们也会是历史上50多年来半个世纪的全大运历史上，在最短的2天里面，必须面对台湾从防疫1级升到2级再到3级的全大运。一路以来，我们在当天研办的声明稿里面，也承诺说，我们9月底到10月初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会复办。副市长戴谦、教育部参事叶丁鹏也拢来到现场致敬选手徐福言，有祝比赛顺利。这个活动能够在这个时候又继续的在疫情缓和下来的时候，又这个继续的办下去，我对苏校长还有所有的这个参与今天的这个活动，大家的这个毅力跟坚持跟努力呢，表示12万分敬佩的意思。这一届的全大运，就如我们刚刚苏校长所说的，已经是创下台湾全大运很多项的这个记录哦。很多的这个阻碍或是很多的困难，一一都在我们苏校长的团队一一克服哈。当然有很多亮丽的，我也参加过3次的这个记者会，包括我们圣火上太空、圣火环绕全台等等科技的，还有时间上，各位可以刚刚在苏校长所说的很多历史性的时间上衔接，都非常的不容易。包括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，我们是全大运第一个接旗之后，隔天执委会就揭牌，非常的不容易，也显现我们苏校长的执行能力跟魄力。全大运过了40天，转来到成大举行。为了圆满办好比赛，成功大学嘛做好防疫规划，取消闭幕典礼甲选手之夜，各比赛场馆精准计算人流，精彩赛事嘛有线顶直播，让关心赛事的民众伫线顶就会当替选手加油。台南新闻赵硕维采访报道。